日又嚟同大家一齊嚟分享《蓮生活佛文集》入邊嘅精選篇章，第21冊靈魂的超覺，靈已通的見證人。第21冊靈魂的超覺，靈已通的見證人。有個中年技工喺一間做機械嘢嘅公司做工頭，專門負責維修啲精密儀器。有一晚，佢突然發現一樣超唔尋常嘅事，佢竟然可以聽到電台廣播。你估下係點？啲聲音勁清楚，有時播歌，有時賣廣告，有時甚至係廣播劇，搞到佢成晚瞓唔着。最怪嘅係，佢瞓嗰張床係鐵床，淨係一瞓落鐵床，啲聲就變得好大聲，一離開床，啲聲又細返，勁唔科學咁樣。佢點諗都諗唔通，最後揾咗醫生幫佢檢查，點知醫生喺佢牙縫入邊揾到一粒超細嘅電晶石，咁就解釋得通啦。因為佢牙入邊呢有粒電晶石，佢自己無形中呢就變咗一部人肉收音機，而鐵床呢就啱啱好做咗天線，梗係收到電台啦。你話呢啲聽落好似小說，但係你諗清楚，其實有根有據。收音機咪都係靠電晶體、天線、震盪頻率嚟收波咩？如果再加埋某啲人體質特別，就真係有可能發生啦。依家啲科技好厲害，竊聽器都可以裝落烏蠅度嘅。你諗下，咁樣聽到電台根本唔出奇啦。講開又講，如果一個人要練到所謂靈已通，即係可以聽到靈界傳嚟嘅聲音，最關鍵就係你要將自己練成一個靈體。當你身體已經轉化到唔係普通人咁，內在啲靈素質開始同宇宙太空入邊嗰啲靈能頻率一致，就有機會通靈。人哋講嘢你聽到，但係隔籬嗰啲人係聽唔到嘅，所以佢哋就話你癲，話你精神有問題。其實通靈人自己內心係知道自己冇問題，真係有靈嘅存在。依家有啲科學家都開始研究靈魂，終有一日會證實靈體係真實存在，唔再當啲有通靈經驗嘅人係精神病。講真，丁先生就係一個最實在嘅例子。佢唔係普通人，佢絕對可以做靈界存在嘅一個好證人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啦。以上內容都係截取自聖尊蓮生活佛文集精選，希望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分享你嘅感受。下集再見啦。